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31章。这个代志结束了，伫遐个以色列众人就出去犹大逐个城，拍喙招条上，讲断阿舍拉女神的条上。搁伫犹大、便雅悯、以法莲甲玛拿西地区，拆毁所有的山头坛甲祭坛。了后，以色列众人就倒去家己的所在。希西家照逐个祭司甲利未人的职务，重新组织因的班厝，互因通献烧化祭甲平安祭，搁伫上主圣殿的门内服侍，感谢上赞。王搁对伊的产业奉献牛羊做烧化祭，就是伫逐日早暗、安息日、每月初一甲做期，照上主律法的规定献烧化祭。希西家命令耶路撒冷的居民供给祭司甲利未人应该得到的份额，互因专心执行上主律法的规定。命令一下出，以色列人就带真济透水的五谷、酒、油、蜜，甲黄年的出产来，搁带逐项物的1/10来，数量真济。住伫犹大的城的以色列人甲犹大人，嘛牵牛羊的1/10来，搁对圣化归上主因的上帝的物摕1/10，贴一堆一堆。对3月起，因将遐个物件贴做一堆，到7月才结束。希西家甲众首领看到遐个囤积的物件，就称赞上主，祝福伊的子民以色列。希西家对祭司甲利未人查问关系遐个囤积的物件的代志。撒督的后代大祭司亚撒利雅应讲：对人民带礼物到上主的殿以来，阮拢有够通食，搁剩真济，因为上主祝福伊的子民，所以剩遮济。希西家命令着伫上主的殿内准备仓库，因就准备。因诚实将礼物甲1/10的奉献，以及圣化归上主的物，拢搬入来。利未人哥兰雅负责这个事，伊的小弟示每做副主管。希西家王甲管理上帝圣殿的亚撒利雅，派耶歇、阿撒西雅、那合、阿撒赫、耶利摩、约撒伯、以利业、以斯玛基雅、马合甲比拉雅协助哥兰雅甲伊的小弟示每。圣殿东门的守卫利未人임那的囝可利，负责管理甘心献互上帝的物，搁分发献互上主的礼物甲遐个至圣的物。伫祭司的城有伊甸、米那民、耶稣亚、示玛雅、阿玛利雅、示加年。这人做伊的助手，忠实将人民的奉献照因的班厝，无论大小，分发互因的亲族。有登录伫家谱30岁以上的查甫人，以及逐日伫上主的殿照因的职务甲班厝伫服侍的人，嘛分互因。因搁分互照宗族登录伫家谱的祭司，以及20岁以上照班厝执行职务的利未人。因搁分互全体会众中间登录伫家谱
有需要抚养的家属，因的母、儿女，因为因重视分别家己做圣，搁为着住伫城外草埔的阿伦后代的祭司，伫逐个城有指派人，将物件分互祭司家族的查甫人，以及有登录伫家谱的利未人。希西家伫犹太全地拢安尼办理，伊做上主伊的上帝看做好，正直忠实的事。伊所做的，无论办理上帝圣殿的事，遵行律法甲诫命，拢祈求伊的上帝，专心去做，就事事亨通。